今儿人这么少？今日是3年1度的学士考核，大家都不在学宫。考核不在学宫？像我这一批，今日该考堪舆，要去地费山考究望气象地点穴寻龙。你怎么没去？我不用考。为什么？教这一门的王继久，他跟我比过望气术，输了3次给我，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。您把老师给赢了？他拜我为师了。学宫没说什么？习惯了。什么叫习惯了？棋道、诗文、注经、书画、注游，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。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。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？算起来，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。读书能读成这样，姐，你也是没谁了。比不过你，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。老黄的剑侠在武帝，你就住这儿？姐啊，你不是诸般乐器样样精通吗？怎么也不能把琴挂墙上，自己写点字画也好啊。老黄的剑侠一直在武帝城头，什么时候去拿都一样。你现在船头一转就能回北凉。等得久了，我怕老黄心慌。他已经死了。我会心慌。你回北凉，我替你去拿剑匣。姐，你拿不了了，要不是李剑神同行，我也拿不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天下2件事，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李淳罡再临武帝城，所有人都猜他要与王仙芝再决高下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前辈和王仙芝没仇，断剑的事他没放心上。这一战会发生吗？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或许是当时最强的2人一战。有传闻，邓太阿也在赶往武帝城。桃花剑神，王仙芝自称天下第2，从此人间便无第一。王仙芝、曹长青、邓太阿，这或许就是当时最强的3人。而如今李剑神重回陆地神仙之境，天下至强又多了一个选择。我肯定是支持李剑神的。邓太阿为什么赶往武帝城？观战。武学至终极之境，有飞升传闻。知道。据说龙虎山上任掌门齐玄真，最后就是飞升天界。飞升一事真假难辨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：如果李淳罡与王仙芝全力交手，或者能打开天门，出现飞升之机。所以邓太阿是想趁这个机会飞升天界，而那时候你偏偏也在武帝城。我挺喜欢人间的，没打算飞升。这3人若是混战，谁能保准你的性命？就算是李淳罡，到时候也未必顾得到你。这就像是战阵冲锋，而你就是途中蝼蚁，生死只在顷刻，性命全靠天意。就这样，你还是要去武帝城？我要去，道理我都懂。但是姐啊，就一个小问题，我不想成为徐骁那样的北凉王。姐，你放心，不管是王仙芝也好，邓太阿也好，只要李剑神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早几年，我就直接把你绑回北凉。哎呀，哎，姐，你刚才说现在有2件事引天下瞩目，那另一件呢？当然是你家江泥和陶长青前往西蜀。天下都知道了。王都争斗，大乱将起。这大局终于到了这一步。你早有准备。不瞒你说，
曹长青一行散布自家行踪，还是我求来的。徐凤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事情闹大了。姐，给你洗头啊。从小就这招，头发沾水就不好打你了是吗？姐，你是故意让江泥和曹长青大张旗鼓造声势，造给朝廷看吗？就知道瞒不过姐。理由呢？你觉得朝堂会如何应对啊？要平息西蜀乱局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北凉军西下。蜀地再乱，也挡不住北凉铁骑。可是这法子，朝堂绝不会用。曾经的4大名将，如今除了徐骁之外，也就只剩下顾建堂了。顾建堂困守京城多年，若他西下，你家江泥撑不了多久。你觉得会是他吗？他若离京，便是龙归大海，虎入山林。咱们这位陛下可没这胆气。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，你呢？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咱们这位陛下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北凉，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。人心易变，相隔千里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？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？不对，这办大事不能出错，对方绝不是小人物，不是眼线，是同谋。什么都瞒不住姐。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。再猜下去，可就猜出来了。你与人为谋，爹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你连爹也瞒着。总有一些事儿，想要自己亲手去做。所以去武帝城，也是你的谋划之一。不是，去武帝城就是为了老黄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？前前后后串在一起，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。幸亏你是我姐呀。轩辕家的船，如今是我的了。船是你的没什么，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。姐，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江泥信就行。我过去玩酷好色都是装的，假的，你知道的。世子，乔姐，其他人呢？仓里，我记得今日应该是青鸟值守啊。他跟我换了。你院里那几个丫鬟都跟我不对眼，这是躲着我吧？哪有的事儿？你这就别装傻了。二姐，这又是谁？二姐，我是你素未谋面的弟弟啊！路上捡的，说徐骁是他爹。终于见到二姐了，我又有家人了！啊！
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一路小心。二姐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大哥，大哥，菩萨，过来。二姐，救命！大哥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大哥。这是做什么？路上捡的，一雄一雌，雄的叫金刚，给黄妈儿了。这只是雌的，叫菩萨，送给你。要它有什么用？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有他陪着不冷清。我喜欢冷清。他喜欢你。好，我先回了，等你消息。您别抱一个。二姐，大哥，救我！船上没什么事吧？没有，就是李剑神下过船。现在呢？回来了。行，那就起航吧。水里的捞不捞？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！为什么呢？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我大哥呢？我去看大哥。等一下啊，晾干了再说。还是说姐姐的最好。那你可看错人了，我坏着呢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剑神的时候，徐凤年没有出来过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李书芳怎么说？他开始答应了。杀徐凤年的时候，他不出手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人嘛，活在世上，总有牵挂。一代剑神答应的事情总不至于食言，他不出手，杀徐凤年就有了机会。哪里动手？还是武帝城。等到李成刚和王仙芝交锋时，我们再出手杀徐凤年。李书刚既然答应不出手，怎么还要等交手时机？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曾是输给过王仙芝的顶尖高手，如今自愿留下来镇守武帝城。徐凤年上城头取剑匣，12武奴必定会出手。到那时，徐凤年身边的护卫无暇他顾，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徐凤年举剑甲一事，怕是假象。这位世子还真敢惹怒王仙芝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一个纨绔，那是天下人看错他了。我觉得他跟我是一类人。哪一类？不甘命运，心有城府。走吧，去武帝城。前辈来了，稍等。轩辕家的信鸽，快到武帝城了，总要做些准备。前辈想看也无妨。
这是什么？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，有人想杀你，用这个换我不出手。您答应了？我没说话，他以为我答应了。还能这么做？毕竟我是江湖前辈，在江湖混久了，学的也就多了。江湖好险恶呀！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，您不关心吗？我亏欠的是绿袍，仅此而已。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？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，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？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徐骁造了听朝廷，让我能远离江湖，直面自我。这些年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，寸步未离。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，就因为这，已经足够了。赵凯怕是想不到啊，您心中所求平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才没听到赵凯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？福将红甲也是他的，这一路刺杀，都是这位赵凯。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。进来。前辈，原来如此。青瑶姐姐有鸽子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要不要烤了吃啊？哇，你要的鸽子。这是飞鸽传讯吧？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？那可不好。既然是正事，还是放了吧。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。轩辕家的鸽子，你说能飞去哪儿？这江湖上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走路小心点，别掉下船了。多谢青瑶姐姐关心。赵凯怎么收买你的？回前辈，他答应给我白帝抱不绝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确实想要，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。若我帮他害了世子，北凉铁骑会追我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怕徐骁？也怕质子。哎，我说你让我见赵凯，算是试探我？不是，这一路走来，是我欠您的，您不欠我的。所以，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欣然接受。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？他要杀我，本就该我自己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不欠我的。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凭什么人人都帮我，人人都救我？哼，还挺会说话的。肺腑之言。你先出去。把两袖青蛇各印一件开天门使来看看，让我瞧瞧你有多笨。在这儿。有我在，你还怕传漏了？快点！哎，出什么问题了？见招一塌糊涂。惭愧。不过气势倒是对了。这算是夸吗？到了武帝城之后，我打算跟王仙芝再打一架。
报当年断剑之仇？也没什么仇，本来也没这个打算。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？就想打一架庆祝庆祝。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。我赌你赢。输赢不重要，打得尽兴就好。倒是你自己要小心点啊！我和王仙芝交手，必将全心投入，到时候顾不上你。你安心打架，我能护住自己。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。别这么晦气！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。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，可偏偏老了，又遇到了你和江妮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再过个10年100年的，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？我来传剑。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。有信鸽归赵，哪来的？是北凉世子那艘船。备船吧，咱们欠的人情该还了。是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10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王献之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老黄的剑匣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宰辅啊，梳理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，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徐骁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
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还在不在营帐之中？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，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连你我都能瞒住。哼，青出于蓝呐，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不来了。大将军，3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人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场后到月行京驿斩查，不能进城。不走那边，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，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啊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，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
皇就是一个人进的场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仙芝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虎牢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。他们要拦我？你以为呢？还能还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仙芝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。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魏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仙芝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，
将红甲。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打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先知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。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个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，2个碗，谢谢。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在府里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
全吃了。好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。老王，来！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黄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不会拦着的。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，其他人烤地瓜，您烤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一定上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黄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就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
为九天之云下垂？何为四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九天之云，四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相爷，我不在乎你的规矩。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下。你要斩拦，相爷，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，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到，谁愿一战？天下第二王先知。王先知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城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李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借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王先知，李淳刚来访东海，借着满城剑与你一战。李剑神，又见面了。打完再聊。等等，不如出海一战。都行。
将是最强一战。风景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可惜，这么多箭，少条胳膊没事。终究不同啊，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，别说少条胳膊，手脚没了，我李淳罡一样不怕打架。这话说的不太吉利，这句收回行不行？天地同力，有意思。请出手。且看我一剑破之。李剑神、王先知，这些都快不是人了。唉，神仙打神仙的，咱们打咱们的。好活儿，当上。这么快没人了？都去了海边，向就近观战。咱们也该办事了。请世子发令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徐凤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李淳罡不在，不动手吗？人家身边那么多人呢，急什么？他要登城墙，
那些武奴定会出手阻拦。止步！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边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。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狼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6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之极。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有道理。世子，
感觉这些武奴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12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